天气的消息来看，气象署是指出讲，这环苏哥伫今日透早8点的时阵，已经检测是热带性低气压，预计这竹仔草也会伫明仔载检测是低气压。另外，伫关岛附近的科罗山呢是拍算会对北边去，所以是袂直接影响到台湾的。也若这几日啊，受到这外围环流，也有低压带的影响，全台湾天气拢无啥稳定。北部甲西南部是爱特别注意这上大雨，也有雷公雨的情形。 这几天全台湾天气无稳定，原本台湾附近有3粒风台，不过气象署指出，环苏哥已经伫2号透早检到做热带性低气压，不过外围环流也抵使北部的雨水增高。另外，伫台湾南边的风台竹仔草目前是轻度风台，气象署预估拜六就有可能会检到做热带性低气压。另外一个科罗莎风台，气象署讲会向北边去，对台湾袂有影响。下午2点的时候生成的克罗莎台风，大概在这比较边的地方。 那我们从比较大的图来看一下，它大致上的位置是在关岛附近这一带。那未来的一个移动方向，大致上是一个比较偏北的方向移动哦。那其实对于台湾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。不过因为外围环流和低压带影响，气象署表示未来1礼拜全台湾天气无稳定，对拜五暗时到后礼拜4方向会慢慢向北方转向西南风，所以北部、西南部就特别高闪大雨，甚至是雷公雨。 东半部地区呢，大致上比较偏向是午后的雷阵雨。那到了周一白天之后，整体上来说，比较明显降雨的地方还是会偏向是在中南部地区哦，整天还是断断续续有降雨的情形。气象署嘛指出，拜五到礼拜这段时间，受到天文大流的影响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新北、基南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积的情形。气象署提醒乡亲爱特别注意。记者陈亚轩、谢慧玲台北报道。